Hi，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仲有幾日呢，就踏入2026年啦。我喺度先祝大家同埋你嘅家人新年快樂。我衷心感謝你喺過去一年呢對我嘅支持喎，你哋嘅持續支持係俾我好大嘅鼓勵同埋動力嘅。我期待喺新嘅一年繼續做更精準嘅黃金、白銀同埋呢個金融嘅分析。我剛剛睇到一個最新消息喎。知名經濟學家、金融分析師 Jim Rickards 預測喺2026年呢，白銀上望$200，黃金呢就衝上$10,000喎。如果真係咁發生呢，相信就係大家喺2026年嘅大禮物啦。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喺星期五咧，白銀就升咗$7.43喎，鉑金咧就升咗$223，創下歷史單日最大嘅升幅。截至12月27號，各項指數印記，道指報48,731點，標指報6,932點，納指報23,613點，黃金報$4,535，白銀報$79.39。鉑金報$2,461，截至年初至今咧，黃金就升咗72%，白銀就升咗175%，鉑金咧就升咗174%。特朗普政府咧明年首季將公布聯儲局下任主席嘅人選，開宗明義條件係要支持呢個大幅減息。喺利率睇跌下咧，美元走勢咧不可能會強嘅。反而有大幅貶值嘅可能性，加上美國債務問題嚴重，美元信用退色之下咧，喺2026年咧可以預見就係貴金屬價格會繼續讓子彈飛啦，清楚表明大宗商品定價權咧已不再單純取決於美元，而係正受其他貨幣嘅影響喎。現在真係唔知係咩世界啦。匯豐投資管理近期推出一隻結合傳統嘅固定收益及私募信貸等另類信貸投資嘅零售基金，目標係提供每個月8% 嘅固定派息。呢個就係我講私募信貸市場發垃圾級別嘅金融產品啦。幸好隨後咧有本地傳媒專欄作家撰文指出私募信貸面臨困境，更形容猶如呢個雷曼先兆。最後匯豐解釋，鑑於近期市場討論可能影響投資者對該基金嘅投資決定，佢哋已經暫停銷售該基金啦。大如匯豐竟然對客戶推出呢啲垃圾嘅基金，我相信匯豐咧可能係包銷咗。今年白銀升幅驚人喎，咁2026年白銀會唔會好似2008年同埋1970年咁樣爆升之後大跌呢？離我哋最近一次白銀史詩式牛市發生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從2009年開始，白銀喺2年內咧開啟咗一輪500% 嘅升勢，價格從$8.5一路飆升至近$50。呢場多頭市場嘅根本驅動力咧係嚟自聯儲局為因應金融危機，聯儲局咧史前無例地將利率降至0。並啟動量化寬鬆 QE， 呢個導致經通脹調整後嘅實際利率跌至負值區間，持有不生息嘅貴金屬咧變得極具吸引力。白銀作為對沖極端貨幣政策嘅高彈性工具，除咗宏觀環境之外咧，另外有2個因素亦都係火上加油嘅。第一，供需失衡，白銀嘅礦業生產彈性低，無法快速回應需求嘅急劇變化，同時ETF 嘅普及，讓更多普通嘅投資者能夠輕鬆進入市場。第二，槓桿投機，大量投機者透過期貨、選擇權等高槓桿工具湧入，大大放大咗需求。呢場狂歡咧喺2011年戛然而止。當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喺短短9日裏邊咧，連續5次上調白銀嘅保證金嘅要求。
呢一系列嘅措施，直接導致期貨市場槓桿成本倍翻，沉重打擊咗投機嘅買盤。提高保證金意味住投機者需要投入更多現金嚟維持呢個部位，呢個迫使市場咧大規模去槓桿。幾個禮拜之內，板價格咧就暴跌咗30%啦。隨着聯儲局喺2011年6月結束第二輪嘅量化寬鬆，實際利率開始回升，美元走強，板樓市嘅基礎咧就徹底瓦解啦。時間再往前推到1970年代，當時德州石油大亨亨特兄弟對美國寬鬆貨幣財政政策以及 OPEC 帶嚟嘅地緣風險深感憂慮，開始尋求資產對沖啦。由於當時個人持有黃金仍屬違法嘅，咁實體版呢成為佢哋嘅首選啦。從1973年銀價僅僅為每盎司1.5美元時呢，亨特兄弟就開始大量囤積。6年間咧，佢哋板持股激增至驚人嘅2億盎司，幾乎買斷咗全球嘅板流通。起初佢哋主要進行實體嘅交割嘅，但後來佢哋發現槓桿嘅威力，用持有板作抵押，借入資金購買更多嘅板期貨。呢種操作咧，讓佢哋咧以極少嘅成本喺呢種環境下咧，因停止拋售呢個黃金，呢個意味住咧發出一個信號啦。而板市場成為一個完美嘅舞台，佢哋行為最終咧引起監管機構嘅注意啦。1980年1月 ，CME 分佈著名嘅板規則7號，對板期貨交易施加苛刻嘅限制，包括大幅提升保證金、限制單人持倉嘅數量，並實質上咧禁止咗新嘅保證金嘅交易。任何新嘅買盤都需要接近100%嘅現金，槓桿效應被徹底消除啦。咁屋漏偏逢連夜雨，時任聯儲局主席 Paul Volcker 為咗對抗通脹，將利率從11.75% 暴力上升至20%，令到咧亨特兄弟嘅保證金借貸成本咧急劇攀升。內外交困之下咧，亨特兄弟嘅現金流枯竭，銀價就從1月中旬近50美元高點，喺3月底咧就跌至10美元。亨特兄弟最終喺呢場豪賭中咧損失超過11億美元，並宣告破產。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咧你俾我支持。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咧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當下白銀嘅牛市。咁我用基本面同埋股價分析，歷史係唔會簡單地重複嘅，但總係驚人地相似嘅。目前白銀上漲同樣有堅實嘅基本面支撐，佢哋就係寬鬆嘅宏觀政策、後疫情時代嘅貨幣同埋財政政策，為貴金屬咧提供咗對沖貨幣貶值嘅理由。持續嘅供應短缺，白銀已經連續多年咧供不應求。需求量遠超新開採同埋回收嘅總量，激增嘅工業需求，作為太陽能板、電動車、半導體同埋資料中心等領域嘅關鍵材料，白銀嘅工業需求持續攀升，受限制供應嘅增長啦。約70%白銀開採咧係其他金屬嘅副產品嚟嘅，銀價上漲難以有效刺激供應，同時礦石嘅品質下降。勘探投資不足，亦都限制咗產量。基本面同埋估值嘅分析喺市場進行非理性上漲時咧，可能會失效嘅。回顧歷史，2次白銀牛市嘅終結都唔係因為基本面逆轉，而係因為監管機構同埋交易所嘅主動干預。值得警惕就係 CME 已於12月12號宣布將白銀保證金上調10%啦。儘管呢次調整咧未能立刻阻止銀價上升，但呢個咧同2011年嘅情況如出一轍。第一次上調保證金往往只係一個開始，真正致命嘅就係接二連三嘅後續行動。對於白銀投資者而言，密切關注交易所嘅政策變化至關重要。歷史證明，保證金嘅要求變動咧能迅速引發大規模嘅平倉，讓投機嘅行情咧戛然而止。咁呢類嘅行動咧，
往往都係嚟得突然而且迅猛嘅。不過大家唔使驚喎，金銀差已經跌破咗65㗎啦。而歷史上全球庫存充足嘅時間呢，其正常嘅水平通常接近33至35嘅。目前白銀儲存豐富嘅時代呢已經結束，金銀差好大機會跌至20:1，呢個同歷史高峰一致嘅，甚至可能達到10:1添。如果2026年黃金升至$5000嘅話呢，白銀價好大嘅機會呢係$250至$500。跟住咧就睇下黃金啦。自2024年初以嚟咧，黃金價格咧已經上漲超過110%咯。當然呢一切咧只能證明黃金多頭具韌性，但呢個並不排除未來更大幅度嘅回調喎，甚至泡沫破裂嘅可能性添。但呢種韌性咧亦都可能表明黃金價格嘅快速上漲並非只係泡沫嘅行為喎。70年代金價飛漲。但80年代初，隨着 Paul Volcker 將利率提高至20%，以遏止呢個通脹，金價暴跌啦。金價下跌咗近2/3。儘管今年呢將係自1979年以嚟呢黃金同埋白銀表現最好嘅一年，下一任聯儲局主席好可能呢比鮑威爾更加傾向寬鬆貨幣嘅政策。一般認為呢，黃金價格與實際利率呈現反向嘅關係嘅。利率下降通常對黃金有利嘅。美國及其盟友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咧，對其實施嚴厲嘅制裁，但咁樣咧亦都傳遞另一個訊息喎。趁現在仲能拋售美元嘅時候咧，就趕緊拋售啦。呢種將美元武器化嘅舉措咧，推動咗黃金價格創下歷史嘅新高。轉向黃金仲有另一個原因嘅，儘管美國政府負債高達38兆美元。卻仍持續借貸同埋支出喎。上個月儘管關稅收入大幅增加，聯邦政府11月財政赤字仍高達1730億美元。你總不能一直借錢俾一個無法控制自己開銷嘅醉酒叔叔嘅。儘管各國央行積極購買呢個黃金，但大多數投資者，尤其是喺西方國家嘅投資組合中，黃金持有量相對係較少嘅。甚至根本係冇添。然而呢種模式可能亦都要轉變啦。摩根士丹利首席投資長 Michael Wilson 最近推出一項投資嘅策略，其中包括將20% 嘅資金配置黃金。呢項舉措被形容為顛覆性嘅轉變。Michael 表示，投資者應該考慮60-20-20嘅策略，將一半嘅債券投資組合替換為黃金，以作為更具韌性嘅通脹對沖工具。由於大多數投資者組合中黃金平均配置比例低於1%，投資者需要購量大量黃金，才能將其黃金持有量提高到20%。當然，黃金價格似乎存在呢個泡沫嘅，但可能性不大，因基本面嘅顯示並不如此，更有可能係呢場歷史性嘅黃金牛市將伸延至2026年或更長。今年年初黃金期貨交易價格約為2640美元，就喺呢個禮拜，金價已經攀升至4500美元以上嘅歷史新高。除咗散戶投資者，各國央行才是呢輪黃金牛市背後嘅真正大買家。Currency Research Associates 執行長波分析，各國央行增加黃金嘅儲備，一個主要目的係減少對美元國債同埋美元等資產嘅依賴。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喺前10年全球央行嘅年平均購入黃金僅為400至500噸，但喺過去3年裏面每年購入嘅黃金都超過1000噸。保守估計喺2026年全球央行將購買800至1000噸嘅黃金。強勢嘅表現亦都帶動咗其他貴金屬價格。今年白銀就飆升咗150%，鉑金同樣上漲近150%。展望未來，呢個趨勢似乎仍將持續嘅。Bob 預計金價喺2026年將持續上漲嘅。佢分析係
隨着各國央行不斷增加黃金嘅儲備，市場上咧供流通嘅金條可能會減少嘅。喺供應趨緊嘅同時咧，一般投資者需求咧卻在增加，呢個可能會進一步推高價格嘅。咁樣預計黃金價格會升至幾高呢？咁咧，我揾個同我預測相近嘅人講俾大家聽，佢就係華爾街先知 Yardeni Research 始創人 Ed Yardeni。之前咧，佢預測喺呢個2026年底，金價將升至$5000。但近日咧，佢見到金價強勁嘅走勢之後咧，佢亦更新咗預測嘅目標，明年可見$6000啦。雖然 Yardeni 調高咗明年金價嘅預測，但佢對於2029年底咧$10,000嘅長遠目標維持不變。著名經濟學家、歐洲太平洋資本 CEO Peter Schiff 近期發出警告，爭議嘅核心咧係聯儲局嘅新政策。儘管聯儲局喺12月初宣布降息25個基點，但更引人注目嘅係，自12月12號起咧，佢哋將啟動每月$400億嘅短期國債購買嘅計劃。呢項舉動咧標註着政策嘅急轉彎，因為就在幾個禮拜前咧，聯儲局還在努力縮減資產負債表。官方將此舉定義為技術性流動性嘅操作，並極力否認呢個係新一輪嘅量化寬鬆。Schiff 不在乎佢哋把呢個操作叫做乜嘢，佢尖銳地指出呢個就係債務貨幣化啦，就係製造通脹。Schiff 話佢預計喺上一輪週期達到近$8兆嘅高峰後咧，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規模到2026年可能超過$10兆。展望2026年 ，Schiff 俾咗一個預測，白銀衝上$100咧係一個非常現實嘅目標。如果貨幣市場嘅不穩定性加劇咧，價格可能會更高。黃金價格咧至少會達到$5000嘅。佢解釋話，銀價喺上漲往往預示咗整個金融體系正在承受着巨大嘅壓力。過去10年咧，大量散戶資金流入數位資產，犧牲咗黃金同白銀嘅投資。我覺得佢分析係十分正確嘅。如今隨着貴金屬表現領先，資本正從投機性嘅資產大規模回流到黃金同白銀等有形資產啦。展望未來 ，Schiff 認為2026年最大嘅風險係投資者對美國財政同埋貨幣公信力嘅信心崩潰。呢個咧並非係第一次發出呢類嘅警告嘅，佢喺之前咧就已經明確表示，黃金同白銀咧正在尖叫着表明一場貨幣危機即將到嚟。對投資者而言咧，黃金白銀將喺應對下一輪嘅市場週期中咧係扮演核心嘅角色。人稱商品大王，曾為美國財長貝森特老闆嘅著名投資者羅傑斯又重複其大冧市嘅觀點，預言明年將爆發史上最慘烈嘅全球金融危機。明年極有可能咧係大暴落之年，不僅係美國，日本亦難以幸免，全世界都將面臨重大嘅衝擊。直言美國正走向歷史最糟糕嘅狀態，日本咧也深陷債務嘅問題，全球經濟恐怕無一幸免㗎啦。佢又認為，一旦台海發生衝突咧，美國未必穩操勝券嘅。根據歷史嘅經驗，貿易戰往往會一步一步演變成真正嘅戰爭。風險不容低估。外媒報導，美匯指數今年已跌超過8%啦，勢創2017年嚟最大嘅跌幅。若再跌嘅話咧，甚至面臨至少20年最差嘅年度表現。期權交易員睇跌美元咧，已經達到3個月嘅高位㗎啦。歐元同埋澳元咧，於近期成為睇淡美元嘅主要工具。瑞信銀行高級分析師伊皮喺禮拜二發表報告指，美元嘅前景仍維持明顯嘅負面，睇升美元嘅聲音咧極罕見。佢指出，美國財政紀律同埋貿易緊張局勢咧，對美元構成阻力。我估計喺2026年未來3至4個月咧，而經濟衰退同埋股災或者滯脹又未發生嘅話咧，
黃金版咧會分別朝住5000同埋100美元進發嘅。我會繼續更新美國基本面有幾差同埋著名專家嘅分析嘅。華爾街機構投資者已經喺2026年咧找到一個最令人擔憂嘅劇本，就係一場由人工智慧驅動嘅科技股泡沫爆破。目前美國經濟急速放緩，美股估值超高，私募信貸市場發垃圾級別嘅金融產品，財政部又大舉發債以維持財政嘅狀況。信用卡逾期率咧創15年嘅新高，汽車因斷供而被回收嘅數量接近200萬架，消費者信心接近歷史嘅低位，近年通脹越嚟越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價格不斷下降，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不斷咁裁員，多國戰事咧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人工智能熱潮咧 OpenAI、Oracle、NVIDIA、CoreWeave 同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之前咧十分相似嘅，所以 AI 泡沫爆破係難以避免嘅。市場估計喺2026年繼續減息1至2次。聯邦基金利率區間達到3至3.25厘。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60%。滯脹咧會引致股災，股災咧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咧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咧，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但黃金版嘅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咧就會進入大牛市。我係根據2008年股災數據作推算嘅。我將呢集嘅連結放喺圖中嘅右上角同埋片尾，歡迎大家去睇下。片中我有解釋我係如何推算黃金會升至7663美元，版會升至118美元。不過最後都係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